聖女的飯桌之我在出門轉右第7棵樹下等你第3章。上文講到，因為阿家輝偷睇咗張玉嘅日記，所以就導致分手。呢個世界真係有張玉呢啲咁樣嘅女仔㗎。當時阿家輝苦苦哀求話會改過，要阿張玉原諒佢，但係張玉呢，就係一條根咁樣認定，要改就唔係原來嘅樣啊。真正嘅喜歡係喜歡原來嘅樣，喜歡一切。佢哋幾乎係冇嗌過交，只係張玉認定一啲本質上嘅嘢發生咗變化，嗰種愛已經帶有陰影。其實阿家輝當時都覺得莫名其妙嘅，好好地點解要分手啊？論條件，家輝都唔錯，有事業有責任感。如果當時佢哋要結婚嘅話，真係可以結婚噶。啲朋友啊、親戚啊都話家輝咁樣係愛嘅表現，佢好怕會失去張玉。大家亦都真係太唔了解呢位張小姐啦。張玉追求嘅嗰種愛係渾然天成嘅，即係話唔使刻意去改變去遷就好單純咁樣喜歡一切嘅境界。如果家輝唔中意女朋友着背心短褲，佢應該去揾一個本來就唔中意着背心短褲嘅女仔。如果家輝中意睇女朋友嘅日記，應該去揾一個願意同佢分享日記，或者根本就唔寫日記嘅女仔做女朋友，而唔係要偷睇咯。因為委屈係唔能夠求全嘅。好多人都會覺得張玉好奇怪，咁少嘅事就竟然導致要分手。其實張玉唔係睇表面上嘅小事情，而係一眼就睇到背後好深好深嘅原則性問題。張玉嘅純美嘅愛情境界裏邊呢，唔能夠容納一粒沙子。一直過咗好多好多年，張玉都冇再談戀愛。雖然追求者都唔少，其中呢亦都有啲條件好好、一表人才嘅，但係張玉呢種夢幻嘅仙女，認為愛情呢唔係數學公式，唔係年齡加職業加學歷加屋加車加父母加四肢斷全就可以促成嘅。張玉講究嘅係感覺。哇！呢種感覺呢，係可以顛覆一切客觀標準嘅一種心動。佢認為，即係話呢，只要有感覺，even對方係自己同父異母嘅哥哥或者係女人都可以接受。張玉唔係唔想談戀愛，只係真係冇啱嘅對象。雖然佢已經39歲啦，亦都仲係咁雲淡風輕，一啲都唔着急。父母呢，就非常了解自己個女，知道佢寧願餓死，亦都唔會食唔中意食嘅嘢，就係咁執着，就係咁任性。其實呢，講真嘅，張玉睇起嚟呢，最多亦都只有28歲，歲月呢，好似冇喺張玉嘅面上面呢留下任何痕跡。呢個大概同張玉嘅心智有關，一直保持着純潔嘅心靈，冇受過傷，非黑即白，因此亦都唔係好老練。因此，亦都仲能處處咧流露出少女嘅情懷。講少女情懷嘅真情流露，亦都真係唔誇張嘅。張玉本來就 baby face， 仲有一雙好大、形狀好 perfect 嘅眼睛。大概而家好多人去開眼角，要嘅就係張玉呢啲咁 perfect 嘅眼睛嘅形狀。呢個少女情懷呢，隨着張玉咁靚嘅眼睛一眨一眨間呢，就表露無遺啦。而且張玉仲堅信冇現實嘅純愛係存在嘅，因此想要玩嘅男仔呢，唔會攞張玉嚟玩，因為佢哋天生呢就好有 sense，知道邊啲女仔唔玩得會好大鑊嘅。太認真嘅男仔呢，往往亦都太現實太忠厚，自然就對阿張玉呢唔過電啦。多年以後，張玉總結出佢特別對一啲呢有才華但係又有淡淡哀愁嘅男人呢，特別有感覺，就好似舒恒啊、家輝啊呢啲人咁憂鬱有淡淡哀愁嘅男人。好啦，遇見有淡淡哀愁嘅真華嘅時候呢，張玉39歲，係上海一間5星級酒店嘅公關經理。佢當時一個人住喺上海，而阿真華呢，就係新加入酒店嘅西廚，係台灣人。好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期待我在出門轉右第7棵樹下等你第4章。好啦，講完故事呢，而家就要食飯啦。咁今日介紹俾大家一個好容易煮嘅，亦都非常之好味嘅壽喜燒。咁希望大家鍾意啦〜